我係中原地產嘅 Helen，今日帶大家嚟了解一下啦，我哋屯門兆康站附近嘅一個屋苑叫做蝶欣庭嘅。咁蝶欣庭咧分別咧就有9座，每一座咧都有24層高啦。咁由呢一邊開始，第一座數起去到9座咁樣啦。呢邊咧就近屯門兆康站嘅。咁呢邊第一座呢邊咧就係近呢個嶺南大學。咁呢度咧都好多學生住嘅，帶大家去望一望。蝶欣庭係恒基兆怡於2000年興建嘅大型私人住宅屋苑，分別起有2期，提供1728伙，由371尺嘅兩房至到575尺嘅三房兩廁不等，適合上車換樓多方面需求嘅客人。屋苑優點：間隔市正，環境清幽，主打兩房居多，容易上車。生活配套完善，步行至到港鐵兆康站都只需要3至5分鐘。由於鄰近嶺南大學，所以有好多大學生會租住呢度，喺租務市場潛力非常之強大。生活配套除咗鄰近港鐵，仲可以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富泰商場。自己屋苑會所亦設有健身室、室內兒童遊樂場、露天泳池，基本需求齊晒。各位家長最重視嘅呢，就係校網啦。蝶欣庭為71區小學校網，附近小學包括有順德聯誼總會學入東小學、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。中學屬於屯門區，有順德聯誼總會亮球居中學、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。如各位想知更多詳情，請即刻聯絡我哋屯門龍一分行，或者直接 call 我 Helen，24小時 on call。Thank you，bye。